台北的草山有占地13公顷，全台湾规模上大的美国军的宿舍群。1950年代，国际局势怪奇多变，罕战勃发，中国的政权换人换盘，台湾面对着共产势力的威胁，是风雨飘摇。所以美国派第7舰队巡防台湾。同时驻在台湾的美国军，就是住伫个台北草山的宿舍群。也毋过随着1978年台湾甲美国断交，本地是真请影、真响头的宿舍群，豆豆啊爬远，风吹日晒，篱笆壁倒，草啊发甲比人较悬。一直到2012年。当地一群居民发起保存的运动，总算是顺利争取到家的美国军的宿舍全区保留落来。毋但抢救老厝，嘛来守住台湾半世纪的时代的记忆。回顾历史的戏一曲，咱做伙来看。查起的厝，白色的壁，悬悬的烟筒，唯美的外国建筑，艺术是和时空冻结，停留伫半世纪前。阳明山美军宿舍群是1950年代起的，当时由美方提供设计图，台湾负责监工起厝。毋但爱互远道而来美国官兵带了艺术时，更加有鉴别的功能。这个就是防空洞，虽然它现在积满水，它不是蓄水池哈。也不是庭园造景，它是防空洞。那下去之后，大概一家大概3到4个人可以住。但是我们小时候常吃到美元的面粉啊、饼干啊，裤子都是还美元2个字。它曾经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因为我们需要美元，所以才有美军军舰过来这里。1950年罕战勃发，各地局势多变，中国政权换人换，共产势力愈来愈强。美国烦恼亚洲国家进一步的策划，决定派遣第7舰队协防台湾。蒋院长今天上午在行政院接见了第7舰队的司令鲍尔文中将。蒋院长首先向鲍尔文中将表示欢迎之意。美国呢成立了这个美军顾问团，就是派遣陆海空还有陆战队的人员来到台湾，确保了台湾的安全，保障了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然后呢也对于这个我们的国防呢有具体的促进的作用。1954年，台美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来台美军愈来愈多。1955年，美军差不多是7000人伫台湾，到1958年增加为19000人。为了解决军权大的需要，交通真方便，更加使就近监控首都动态，所以讲就经阳明山。美国人他们当初选这边，第一就是它地理位置非常棒，就是它位置是比较高的，所以当假设山下有一些动乱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用直升机撤离。阳明山美军宿舍上早时有217栋，主要是以美国南方郊区主体特色起的，是冷战时期东亚重要的军事地景。其实美军也涉及台湾的政治这个财政各方面的事务不只有军事方面。那美军顾问团的这些眷舍包括阳明山的眷舍当时呢是由美军自己设计新建的，有一定的建筑水准这个也符合当时这个美国的这种强国的形象。这个在台湾地区唯一以英语发音的广播电台，属于美军世界性的广播电视网。那伫军事上挺台湾，当时驻台美军广播电台，也就是即马你我熟悉 ICRT 的前身，嘛伫遮设立热情奔放的美式文化，为戒严下台湾拍开甲世界连接的另外一扇窗。其实当时美军顾问团的成员呢，也是台湾接收外来资讯的一个管道。那些书报杂志呢，其实是对当时戒严下台湾也是一个重要的资讯来源。当时这个国军呢，这个军粮实在是办得很不好。后来美军顾问团还有派人带国军协助我们煮饭。这个煮饭不是煮西餐现在看来不可思议所以呢，对台湾的影响很大。President Carter announced the breaking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pei. 1978年12月15日，台美宣布断交。
几万名驻台美军紧急撤离，留伫遮的房舍有真济年拢无人管理，捌沦为治安的死港。在驻台美军离开后，因缺乏照顾和人去屋空，不论晚上或白天，常有不良少年侵入，吸食强力胶、打数次康。我是这附近的居民啊，那晚上啊，有时候有很多不良少年在这儿活动，所以对这地方这个治安呢，可能有点影响。这是一张老藤椅，从我们发现它到现在也过了10年，现在找不到这个造型，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好，我们自己来维修它。伊是人称林妈妈的李金珍，2008年起，伊决心要拯救陪伴台湾、走过颠沛流离的时代印记。我在2008年的时候就开始寻找一个给我父母养老的地方。那2009年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地方，每一栋房子都残破不堪。年轻人其实对这段历史是没有被告知。当时如果不是有美军过来，不是有韩战、越战的发生，也许没有这些军援跟经济援助，中华民国也许就在那个时间就会被终结掉。美军撤离后，美军宿舍捌开放予人租，经过几啊任厝主的修建，为这栋编号 F206的房舍保留上原始的车架，费尽苦心，李金珍甲伊的朋友，才予破后的房舍再现往日的风华。走进1950年代新建的美军眷舍，马上就可以感受到原汁原味的美式风格。像现在呢，在客厅当中就有一个点燃熊熊炉火的壁炉，这个就是在一般的台湾传统民居当中完全看不到的建筑风格。阳明山的户外蚊虫很多，所以如果我要整面纱窗打开，蚊虫就排山倒海进来。所以这个小纱窗的位置打开呢，刚好就在那个插销的地方，所以我把插销一推下来，我就这个位置就可以把窗户推出去。好，那这边再来看这间房间呢，有一个储藏室，就是衣帽间。长板的后面看到这个室内墙的结构，那这个工法呢是木条，然后用一种草跟泥和起来的，这是一个古老的工法。我们房子就是尽量维持它的原貌，然后去把它修复，然后维持就是它最好的状态，让它觉得除了是老屋，还有新的生命。窗仔门框已经凹起啊，却是宛如时光机收藏尘封已久的珍贵回忆。起居室里面这边有个小图案，这是当年住在这边，他有写日期哦，88年11月13日，Joseph 2010年左右修这间的时候，就2个年轻人就走进来，他走进来就走过去看，我说你是不是 Joseph？ 他说哎你怎么知道？我说你就跟这个小图案长得很像。我们在做保存的过程当中哈，有一点让我很伤心，就是有一次我就跟同学说，同学们这个是我们的共同记忆哦。就有一个大四的学生跟我讲，他说林妈妈，这个是你们的共同记忆，不是我们的共同记忆。我当场就快要飙泪，怎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地人走踪抢救，2012年台北市文化局宣布将阳明山美军宿舍群全区保留，目前其中的24栋列为历史建筑，也不老厝要安怎活化，又阁是另外一个难题。这你的餐点哦。互相敬酒，充满欢乐声。自1950年起，捌荒废真侪年的美军俱乐部，2016年有一个真水的改变，变成美式餐厅。当时来到这边的时候，不要说美军的氛围，你可以感觉到你是来到了一个公墓，到处都是草比人高，而且垃圾一堆。在重建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版设计了，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了，就保持它的原样就好。2012年，台北市文化局推动老厝文化运动，协助业者来这做生意，主张文资保存、产业的活化同时进行。
现在在我身边呢，这个长约14公尺、宽9公尺的水池，在70年前曾经是美军俱乐部一个深达3米的游泳池。当时的驻台美军呢会在这里游泳啊，进行社交活动，轻松惬意的生活，被当时的台湾社会视为顶级享受。美军以前是这样，这个我当然是开个玩笑了哈。美军因为打韩战嘛，所以他们有定期回来休息，这前提是他们有战死，所以他回来之后呢，他回来这边做烤肉和游泳。当时以台湾的一个生活条件，这里确实就是一个非常高级而且是有神秘感的一个地方。Chip Casper. The first time I arrived in 1970, we left in 1975. That was third, fourth, fifth, sixth, and seventh grades. It's a place to go after school, or mostly after school, or on the weekends, and then they would in the evenings give us something to do to keep us from running all of the streets of Taipei. It feels like almost feels like we're coming home. 我常常讲，台湾不需要再创造新文化，台湾它本身就是一个大航海、大移民的文化。我们有这么多好的文化，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拿出来就好了呢？我们原则上 A 大组会量测那一边 ，B 大组量测这边，2个人拉线，1个人做记录。拜五下晡，文化大学建筑系师生纷纷集合，准备要掀开美军宿舍群建筑的暗号。好，数到3，我们一起往上跳，1、2、3。大家跳的感觉怎么样？不会晃。对，很扎实，对不对？这个木地板从1950年代到现在，总共有70年的历史了。经过无数的风雨，经过历史的老厝，即马变成上赞的教材。这是雷射测距，是超过卷尺范围的长度。像是我们在测量整个室内空间的话，用这个就比较方便。现在在记录门窗的部分，然后我现在先把客厅的格局先大部分画出来。宽大概就是90，然后高210。这边深度比较深是40，就是它可能有一些东西它会凸出来，是因为它可能是家具，像壁炉它是砍在墙壁里面的，但是它其实不是这个房子的结构的一部分，所以你就是不能把它算进去那个墙壁的结构，你要另外把它算它是凸出来的东西。窗户都是模组化的，所以它们的尺寸其实几乎都是一样。格局方面的话，就是一个镜像的概念，那比较偏那个古典建筑的主义，这样就是冲上对称。在这超过半世纪，串联无同的世代。学生测绘完的资料，我会让他们做3D 建模。那有了这样的3D 模型，可以有助于后续很多的运用的可能性。也许不用到现场，大家就可以了解这个美式的建筑物它的空间规划是怎么样，可以直接在网络上面有一个3D 的导览。期待游客停下脚步，领会绝美的风华。如果你看最近刚刚公布的这个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那个非洲的建筑师 Francisco Frey， 他的作品也是简简单单，可是他显示出了在地关怀一样的这样的精神，在老房子里面，我们也看到它会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然后学生的加入也可以让他们这个成果可以很好的回馈给老房子做后续的衍生的运用。河山微调的白色房舍无出声，为大时代下经过无数的坎坷，正风而行的台湾。点点啊，留下见证。